Hello，大家好，又係我 Christina，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上元一間好開揚景觀同埋一個好舒服嘅山景一房單位。呢個單位嘅實用面積係405尺，我哋而家即刻睇下。入門口嘅旁邊見到咧都做咗一組到頂嘅櫃。再向前行呢，我哋望下單位嘅客飯廳同開放式廚房啦。開放式廚房係一個 L 型嘅設計，地板呢就鋪咗一個深色嘅木紋地板，感覺都好溫暖。而呢邊呢就有個櫃做咗喺度，單位個感覺呢都幾寬敞喎。呢一邊呢就係單位嘅浴室，浴室係淋浴間嘅設計呢，上面呢有浴室寶。呢一間係主人房，主人房都好大㗎，可以放到張好大張嘅雙人床，可以三邊落床。景觀呢就望返一片好靚嘅山景啦，非常之舒服。單位嘅實用面積係405尺啊，但係即係再咗嚟做一個一房嘅單位，所以呢成個感覺呢都非常之舒服。跟住我哋出向去望下呢個露台嘅景觀，由呢個露台望出去呢個景觀係同頭先喺房間望出去嘅景觀一樣，都可以望到個好舒服嘅山景。跟住我哋由呢個角度再望多次嘅客飯廳啦。如果大家呢對呢一類型嘅單位都有興趣，歡迎隨時揾我 Christina 睇樓啊！我嘅直線電話係68062991，下集再見，拜拜。